最近这段时间，因为小连续爆出食安的问题，这嘛，卫生局的稽查人员是无用试试。亲像伫台北市的稽查人员，因平均一个人一年都要加负担1300件的业务。最近5年，离这个比率已经有到要4成，而且佫拢招无人。台北市卫生局强调讲，会佫继续来招募人才，也拿部分的业务卖外包来处理，来减轻大家负担。现在的保单是还在程序中，是有效的。由台北市食安官带队到万东百货信义美食街突击检查，就惊宝林食物中毒案搁再发生。最近食安事件真多，也让卫生局稽查人员真无用。尤其是首先之都的台北市，稽查员的工作量真重，平均每人每年负担大约1300多件。近5年来，离职率将近4成，而且公告4摆拢也找无人。只有60位左右的稽查同仁必须负责台北市数以万计的稽查案件，无论是食品的安全、化妆品的安全，还是药物的安全，都是好几万件的稽查的案件量。台北市议员陈宪伟讲，对去年9月巴西进口卵检查阁通路，到今年2月大肠猪肉、瘦肉精，3月阁有苏丹红风波、日本小林製藥红客事件、宝林食物中毒案，4月所来阁有王品集团、楚华香辣这食物中毒案件，稽查员的业务量是最高无度来消化。朝向增加稽查人力的第一件事情吧，目前我们可能会去估算，我们可能会增加27名的稽查人力啊。台北市卫生局强调，稽查员工作内容除了食品，要药检、化妆品、分害者稽查业务。未来除了增加人员，也考虑甲分害稽查者强度无责管的业务，经由外包的方式来一平，减轻工作负担，避免人愈欠愈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